咁我哋講下國家，或者更具體嘅講下所謂嘅深層政府。你話英倫銀行搞你，財政部、政府公務員都係，不如你同我哋講下，講俾我哋嘅觀眾同聽眾知，呢個深層政府係乜嘢？邊啲人先至真係控制緊我哋嘅政府？我覺得大家要明白呢樣嘢好重要，因為好多人以為首相好大權或者財相好大權，佢哋以為入咗政府之後就可以隨時拉個掣，咩都搞得掂。但其實政府係俾一班長期嘅官僚，即係公務員控制住呢，係佢哋負責請人、炒人，決定邊個可以喺政府做嘢。佢哋仲控制住每個政府部門嘅預算、政策點樣執行，最後都係由佢嘅話事。就算一個政策已經有部長批嚟，最後都係公務員話事，決定合唔合法，都係公務員去執行嗰啲政策，係預算嗰個都係公務員。咁樣就俾咗好大權力呢班人。而家英倫銀行行長，我會形容佢有一種唔需要負責任嘅權力。咁一做就做8年，基本上除非嚴重失職，否則都唔會俾人炒。所以佢可以獨立於民選政府之外，自己決定經濟政策，而呢啲決定對市民生活有好大影響。咁其實發生咗咩事呢？特別係過去30年，自從 Tony Blair 上台之後，情況就越嚟越嚴重。以前由民選人士掌握嘅權力，而家好多都落咗去佢嘅選舉產生嘅人手上。而家佢哋就負責決定貨幣政策，即係話利息幾多，英倫銀行印幾多錢，基本上都係英倫銀行自己話事。佢哋仲會決定財政政策。如果你睇下即將到佢嘅預算案，你會聽到好多關於預算責任辦公室，即係 OBR 佢哋，其實就係冇乜定乜嘢規則，財相都要喺呢啲框框入邊做嘅。其實講到移民都一樣，你知啦，政府有個獨立嘅法律部門，專門決定咩係合法，咩係非法。就係佢嘅話，唔好意思，你一定要安排嚟移民住4星級酒店。所以我想講嘅就係呢個官僚體系就係冇存在。其實佢哋基本上主導嘅政府嘅決策，部長都差唔多要跟住咁做。但係好似英倫銀行咁樣唔係好啲咩？我寧願信一個銀行同金融方面嘅專家多過一個政客。咁你就係全球主義精英嘅一份子啦。基本上 JJ 你都係問題嘅一部分。我都係問題嘅一部分，因為如果你基本上話你想國家由喺選舉，你就唔係民主派，你唔係民主派，你信奉個選舉產生嘅技術官僚治國，呢個係一個立場，呢個係一個觀點，但唔係民主。我只係覺得冇人投票俾安德魯貝利。順便講一句，佢甚至連個稱職嘅技術官僚咧都算唔上，佢係個無能嘅技術官僚。但即便有能力出眾嘅技術官僚，事實係亦都冇人選舉佢哋。如果允許我進一步敘述呢一點嘅話，繼續呢啲人呢，大致嚟講係財政部嘅高層人士，英格蘭銀行嘅高層人士，佢哋信奉淨零排放，佢哋支持大規模移民，佢哋信奉凱恩斯主義經濟學，佢哋主張高稅收同高開支。金融危機同新冠期間，佢哋負責大量印鈔，推高嘅資產價格，令年輕人好難立足。所以佢哋有自己嘅世界觀，佢哋唔係中立嘅技術官僚，佢哋有自己嘅世界觀。我哋不時都會見到呢種世界觀浮現出嚟。所以貝利最近就批評咗脫歐，佢又推廣淨零排放。馬克卡尼呢啲人嘅終極代表，靠住氣候變化議程賺咗唔少錢，特朗普就會叫呢啲做氣候變化騙局。之後佢仲做咗加拿大總理，而家仲搞到加拿大經濟一輪拍。所以呢啲人唔係中立嘅專家，佢哋係有自己議程，而且擁有大量嘅經選舉產生嘅權力嘅人。而家英國發生緊嘅事就係市民好唔滿，因為佢哋不停投票俾佢會限制移民、想減稅嘅政府，但係佢政府又做唔到。你就要問，點解市民不停投票支持減稅同減少移民？但係咁政客又總係做相反嘅嘢，唔係因為個政客蠢，係因為佢哋都係屬於一個有特定世界觀嘅體制入邊。你基本上就係話，
你寧願信呢啲嘅選舉產生嘅技術官僚嘅世界觀，都唔信英國人嘅世界觀。我意思係 JJ 你就係咁講啦。Let's 你聽落好似聽 Joe Rogan 個節目聽得太多嘅，你就係佢嘅感覺。我想喺度見到嘅情況係咁，好唔好？我會話好啊，你知特拉斯當上首相，然後你就可以安排邊個嚟掌管英格蘭銀行，邊個嚟掌管財政部，邊個嚟領導公務員部門。我認為就應該咁樣。正確嘅，但我認為唔應該讓政治家擔任呢啲咁嘅職位。我認為咧，應該只係聘用最擅長呢啲工作嘅人。係啊，邊個嚟決定邊個係最好嘅呢？係嘅，首相，然後就係呢個係一項政治任命，美好嘅。係啊，但係只要唔係真正嘅政治人物就得。但係真正嘅政治家係乜嘢？一位國會議員，我唔想俾國會議員嚟負責。比如而家財務部嘅稅抽負責管理呢啲事情啦。佢唔係負責人。JJ，我就係想同你講呢樣嘢，我一啲都唔中意嘅。但佢根本佢喺度主導呢個國家嘅貨幣同財政政策，而家係由英倫銀行行長負責，係由預算責任辦公室負責，係由財政部官員負責，直到大家真係明白發生緊咩事，同埋國家點樣運作，我哋都解決唔到問題。我就係想同你講呢樣嘢，即使有啲人好差，好似 Starmer 或者 Reeves 咁，佢哋都係選出嚟嘅，但係其他嗰啲人就冇經過選舉，亦都唔可以被撤換，呢個就係最根本嘅問題。順帶一提 ，Rachel Reeves 同 Keir Starmer 都係支持佢經選舉產生嘅技術官僚體制。你知啦，佢係其中一個，佢以前嘅英倫銀行做過嘅。我哋唔清楚佢喺英倫銀行做咩工，但佢確實喺嗰度做過嘅。Keir Starmer 以前係 CPS 檢控處嘅負責人，所以呢啲人根本就已經融入咗嗰套體制同埋嗰種思維模式。但無論如何，佢哋都係民選嘅政客，而我哋英國嘅制度就係冇經選舉產生嘅人權力太大，同埋佢哋完全唔需要負責。你知啦，佢哋唔會上呢啲節目，佢哋冇被問及勞雷爾庫恩斯伯格嘅問題。係嘅，你知道，盡管如此，英格蘭銀行喺佢負責嘅每一項政策上都失敗咗。佢喺金融穩定性方面失敗咗，佢嘅職責係確保2022年局勢穩定，佢並冇咁做。佢喺養老金行業失敗咗，咁喺通脹方面都失敗咗。即使通脹已經超標，英格蘭銀行都仲要減息，咁佢點解要咁做？冇人追究佢哋嘅責任，所以呢啲機構都係失敗緊，而且唔淨止係金融機構，氣候變化委員會都一樣，仲有內政部都係，即係我哋啱啱見到內政部一單又一單失敗，然而呢啲人中冇一個被解雇，係嘅，所以你同意我觀點，我哋應該有非政治人物。但佢哋亦都可以係，我只係喺度諗，呢個係你對政治家嘅定義。所以等我哋嚟睇下美國嘅體制，唐納德、特朗普引入咗好似埃隆、馬斯克或者斯科特、貝桑特咁樣嘅人，佢哋之前從事其他工作，係呢份工作嘅最佳人選。喺我睇嚟嘅嗰好好嘅系統，呢個係好好嘅制度。但係喺美國呢啲人都會被定義為政治人物，唔係。我覺得佢哋應該被定義為政治任命，而唔係政治人物。我哋而家爭拗細節，我覺得只係爭拗細微分別。咁啦，假如你真係有時間去實踐你嘅理念，你心目中嘅國家會係點？首先，我哋要擺脫我哋而家經濟死亡螺旋。你知啦，我哋而家就係喺一個死亡螺旋入邊，國家而家賺嘅錢越嚟越少，我哋不斷加稅，加得越嚟越多，呢個就係一個惡性循環。因為你加稅加得越多，開公司就越困難，經濟增長越低，入嚟嘅錢就越少。所以我最根本嘅願景就係要改變呢個狀況，好似推動水力壓裂，令到佢呢個國家起咁容易咁，減稅去吸引生意。你令到經濟增長起嚟，你收到多啲稅收，唔係因為你加啲稅率，而係因為經濟活動多啲，呢啲先係你想要嘅稅收，咁你先至可以真係用呢啲收入去改善公共服務，同時你都要剪走所有浪費。我哋要停止俾錢非法尋求庇護者住喺英國各地嘅酒店，我哋要處理好呢啲問題。所以喺經濟改革嘅同時，你仲要清除埋布萊爾派遺留落嚟嘅嘢，好似人權法案，令到非法移民可以留喺英國。你要廢除平等法案，呢條法例令 DEI 多元、公平、共融
滲入咗我哋做咗每一樣嘢。你知啦，喺英國俾人話你係種族歧視，似乎係最嚴重嘅罪行。你知啦，佢現代英國呢個已經係你可以犯嘅最嚴重罪行。你知啦，我哋要對抗成個未經選舉產生嘅官僚體系，佢哋正係將我哋國家推向衰落。呢個就係重點所在。而我哋計劃就係喺2022年令經濟行返正路，咁我哋就可以喺2024年向全國提出嘅真係可以令英國再次偉大嘅重大改革。呢個就係我想做嘅嘢。跟住我連開始都做唔到啊，因為我唔止俾英倫銀行同財政部阻撓，仲有保守黨入邊嘅人都唔想國家有改變，佢哋全部都唔支持我，令到我一開始已經舉步維艱。其實無論我點努力，都好難突破重重阻力。而家佢哋都仲唔想國家改變，因為而家咁樣對佢哋嚟講已經幾好。其實呢，市場當時呢都好驚慌嘅。正如你所講，你連個計劃都未有機會實行。你話市場好驚慌，其實市場係對英倫銀行作出反應。英倫銀行做啲咩？佢喺迷你預算案前一日宣布要賣出400億英鎊嘅國債，之後呢，佢又冇好好監管養老金行業，結果呢，佢養老金基金全部都賭嘅利率會永遠咁低，但係其實根本唔會。而英倫銀行本來應該要好好監督呢啲事，但佢哋冇做好，呢個本來就係冇乜嘢責任。當然，市場反映其中一個問題就係英倫銀行嘅經濟機構入邊好有權力，佢哋就指住我，指住迷你預算案，而唔係承認自己做過啲咩。你仲有喺保守黨議員嘅議會度特登想搞我，話佢哋唔會支持水力壓裂法 fracking 呢種開採天然氣嘅方法，佢哋真係好堅持反對。佢哋又話唔會支持我提出削減福利預算，所以搞到我做人好難。基本上，如果迷你預算案有晒所有保守黨議員支持，又冇俾英倫銀行搞破壞，今日情況就會完全唔同。就係咁嘅情況。但係呢，其實好少人啦。雖然好多人指指點點講嚟講去，但真係好少人話佢政策本身有問題。所以我被 OBR 同英倫銀行逼住要推翻嘅最根本政策，就係將公司稅由19%加到25%，將公司稅加到25%，簡直係一場災難，真係一場災難。但係冇人又點呢？佢哋就唔會講呢樣嘢，唔會講預算入邊嘅政策，淨係會話：哎呀，你睇位嗰段時間咁短啊，或者你點點點點，但其實唔係咁。但係重點係，我其實真係唔覺得你嘅計劃係咩瘋狂古怪嘅。不過英倫銀行就明確反對，甚至你自己黨入邊都有啲人搞事，想特別係我自己黨入邊。咁，所以係咪有個情況？如果你同佢壞分子嘅溝通嘅方式唔同嘅，例如話你用一啲比較唔同嘅方法去同佢哋溝通，可能你會攞到嘅支持呢？唔會。壞分子就係壞分子。你要明白，想改變英國嘅人都要明白，有冇有權有勢嘅既得利益者，佢哋根本唔想有改變，佢哋係受益於現狀，仲會積極維護現狀。英格蘭銀行就係佢哋一個例子。我哋而家有個行長冇支持多元共用 DEI， 支持淨零排放，支持大規模移民，佢仲好憎脫歐，呢個就係佢嘅立場。順帶一提呢，唔止佢一個，成個機構都係佢嘅，成個財政部都係佢嘅。佢哋唔想有一個成功嘅首相會推行嘅政策去動搖佢哋嗰套世界觀。同樣喺保守黨內，亦都有一啲人支持淨零排放，反對水力壓裂法，希望維持現狀。你可以稱之為大學派對。佢哋唔想改變，但關鍵係我唔能夠走到呢啲人面前話改變你哋嘅成個世界觀。佢哋唔想，佢哋都好忙。佢哋喺新聞界、媒體界擁有強大嘅影響力。英格蘭銀行喺媒體方面擁有非常大嘅影響力。媒體唔願刊登任何批評英格蘭銀行嘅報道。你會發現確實係咁。呢度唔得，打印所有內容一次，我只係話呢個係普遍嘅睇法。OK，因此呢啲機構喺媒體方面擁有好大嘅影響力。所以如果你想傳達一種唔同嘅進視方式，
呢個真係好困難。如果你睇下16年至20年特朗普發生咩事，其實佢都面對咗好多呢啲問題，因為主流媒體好似 CNN 嗰啲根本唔想傳播嗰啲內容，所以好似 Joe Rogan 節目咁嘅平台就變得好重要，因為真係可以將信息傳遞出去。而英國就唔夠獨立媒體去將信息傳開，啲人必須明白呢啲唔願改變嘅勢力唔會消失，佢哋仍然非常非常強大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為你準備咗每日特快報，做咁將會取得突破。呢個係肯定會